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76日。我唔得啊，去咗聽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再同阿姐慶祝生日。我咁樣就可以慶祝生日，我咁樣就生日，我9歲啦。我咁樣媽咪可以同我一齊去慶祝生日，我咁樣今日去屯門公園。好感恩我可以同阿姐慶祝生日，好感恩我可以約朋友，好感恩我可以準備，好感恩我可以好有創意，好感恩我好有活力，好有行動力，好有執行力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媽媽同我老公一齊去準備，一齊玩，好感謝我嘅好感謝阿仔嘅同學，好錫佢，好感謝阿仔嘅同學媽咪都好合作，好願意同仔女玩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，有中意就嚟 share 同埋